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进入撒母耳记第38天的共读。今天早上邀请立柱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的看顾，让我们在休息中恢复体力，培养精神。你是有次序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哀痛有时，跳舞有时，在你里面才是我们生命的完全。我们再一次要进入每日的操练，求你帮助我们有更新的灵，敞开的心来看见每一天的美好。谢谢主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上的第5章看见大卫在37岁的时候，成为以色列的王，在30岁的时候成为犹大王，37岁的时候成为全以色列的王。那大卫他也攻下了耶路撒冷，把耶布斯城成为锡安的堡垒，也就是整个以色列的首都。那大卫的名望远播。那外国推罗西兰王也派和平的使者送珍贵的礼物来到大卫的王国。那大卫也再次面对非利士不断来侵犯，那但是他也谨慎的求告神，那凭信心不凭眼见呢。那听见有耶和华军队行军的声音，脚步的声音，就去攻打非利士人，把非利士人逼回到他们的海边，不让他们再来侵犯。那么今天要继续来读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就是大卫要迎接约柜。那么请立柱长老带我们来读第6章的第1节到第5节。大卫再次召集以色列中最精锐的部队，共3万人，领他们到犹大的巴拉去，目的要从那里把上帝的约柜运来。这约柜留着那位坐在基路伯上的上主万军统帅的名。他们把约柜放在一辆新车上，从山上亚比拿达的家运出来，由亚比拿达的2个儿子乌撒和亚希约领路。亚希约走在前面，大卫和所有以色列人都尽情唱歌，称颂上主。他们弹奏各种乐器，有竖琴、七弦琴、铃鼓、响板和劳拔。那同样这段经文在历代志上的13章、15章、16章有4处的记载，我们可以来对照。那在对照的时候会发现，大卫这一次从部队当中挑出3万人，那这是在撒母耳记下只有记载。那这3万人不是要去打战，3万人要去犹大的巴拉。好，那和本翻成巴拉犹大。好，那犹大巴拉巴拉犹大都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地方。好，那它就是基列耶琳啊。好，那这个地方在历史上的考古呢，甚至在7000年前就已经有人居住。那基列耶琳约柜在这个地方呢停留至少70年，甚至到80年。好，如果扫罗做王是40年，在撒母耳做士师。好，因为在撒母耳担任士师之前呢，那这个约柜就在以利的时代被掳走。好，那后来就停留在基列耶琳。好，那这是撒母耳记上第4章、第5章我们所看到的。那这个约柜在停在这个地方，好，大卫呢他要去迎接。好，那这基列耶琳也在这个约柜呢，在这个地方呢停留的时间那非常的长。好，那就取决于到底扫罗做王到底有多长。好，那还加上撒母耳当士师。好，那所以在大卫当王的以色列王之后，成为全国的王之后，那他就
要把约柜来迎接来啊。好，那我们也曾经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的14章，扫罗王也一度曾经想要迎接约柜，但是他看到这个前面的战争顺利啊，他就放弃这个行动。好，那这个约柜呢，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寄托，也是敬拜的核心哦。那这次大卫请带3万的军队的部队，那要去迎接约柜。那他的做法呢，是把约柜放在一辆新车上，那从亚比拿达的家中运出来啊。那这亚比拿达在撒母耳记上的第7章就有提到他，所以从撒母耳记上第7章一直到现在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将近有80年的时间已经经过。那这亚比拿达也要活得够久。好，那他的意思就是我父是尊贵的，亚比拿达，我父是尊贵的。那但是在这个运送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几点的问题，也是后来亚比拿达的儿子乌撒被上帝击杀的原因呢。因为在旧约当中，上帝要运送约柜呢，是从这个出埃及记到民数记，我们看见还有包括利未记，这些约柜的运送是要由祭司来扛抬。而且呢，没有讲到是用车来扛抬。那用车来扛抬呢，这个是而且新车啊，这里讲到新车是撒母耳记上第6章，是非利士人他们掳走了约柜。好，那在这约柜经过他们的城之后呢，他们带来了瘟疫，好，带来了痔疮，好，带来了这个许多的灾祸。所以他们赶紧用新的车，好，然后用2只没有拉过车的牛，好，来让它自动导航回到犹大地啊，那才到了伯示麦，才到了基列耶琳。所以可能在大卫的或是大卫的这个记忆中，或是听说当中，以为约柜是要用车来运送，所以就由亚比拿达的儿子乌撒和亚西约来领路。那亚西约在前面，好，那大卫的队伍呢，好，有各种弹奏各种乐器，好，竖琴、七弦琴、铃鼓、响板还有饶把。好，那这是大卫呢，他自己本身好有这个音乐的恩赐，他喜欢弹琴。那他也知道弹琴可以帮助扫罗驱走邪灵和魔鬼。那他也知道弹琴可以让大卫专注的敬拜。所以大卫在这边做了一些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没有的改变。好，那这些改变呢，有的看起来是得到更多的上帝的同意，好，但有的改变呢，却有明显带来一些的灾祸。好，所以左边这张图就是用牛拉着新车，各样的乐器，然后跟着精锐的部队，好，那有3万人以上浩浩荡荡。好，那右边这张图呢，就是在更早时期，好，祭司扛抬约柜，好，那甚至这个约书亚带领这个进入迦南地，好，也是让祭司好来走在前面啊。那还有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也是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有所不同。那再请立柱长带我们来读第6节到第11节。当他们来到拿康的打麦场，拉车的牛差点绊倒了，乌撒就伸手扶住上帝的约柜。主上帝因乌撒的冒犯发怒，击杀他，他就当场死在上帝的约柜旁边。因此那地方叫做比列斯乌撒。大卫因上主发怒惩罚乌撒，心里很不高兴。那天大卫惧怕上主，就说：我现在怎敢把上主的约柜运来呢？于是他决定不把约柜运进耶路撒冷，而从别条路把它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家里。约柜在俄别以东家里停留3个月，上主赐福给他和他全家。好，那他们这个队伍呢，浩浩荡荡，要进到耶路撒冷。那经过了河本是翻成拿更的河场，那现在中文本翻成拿康，这个拿康或拿更，它的意思就是准备好，所以这个人叫做准备好。但是这个记载呢，也同样在历代志上的13章啊，好，那这个地主呢叫做基顿
基顿是标枪，好，那所以到底是拿更准备好，还是基顿拿着标枪？好，那可能也不是重点，但是到了这个打麦场禾场牛前失蹄哦，这牛前失蹄就是说牛受到了惊吓，那受到了惊吓，那到底为什么到这个地方牛会受到惊吓？好，那这个就有很多可以解释的空间。好，但因为受到惊吓，以至于呢这个牛车上面的约柜呢就不稳，好，那就要倒了下来，或是震动，或是移动。所以乌撒就赶紧伸手去扶，好，伸手去扶。那因为也这个动作，或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乌撒来发作，就在那里来击打他。那这个这里讲到乌撒这个动作，第一个是冒犯，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上帝突然从冲出来，好，那这冲出来呢，可能就是从约柜冲出来。好，那来撞死乌撒，好，因为这个字呢有很多意思啊，击杀他，或是撞死他，好，或是呢就是冲破他，好，所以这个形容呢，好，让这个乌撒怎么死的呢？好，有很多的画面，好，那但是呢，因为乌撒好，或是这整个在运送的过程当中没有完全按照摩西的律法。所以引来了这个乌撒的事件呢，那这事件呢，也让大卫本来一股热心热血，要来迎接约柜，派最好的军队，派最好的琴手、乐师，这么多的乐器，好，那一路的来迎接，好，但是因为乌撒的事件呢，所以大卫就把那地方呢，取名叫做毕列斯乌撒，毕列斯乌撒的意思就是乌撒的违背啊，那所以也把这个地名认为就是怪罪在乌撒的身上，因为他去扶住那约柜，那去碰了那不可碰，那因为在利未记在这个出埃及记当中，除了讲到约柜的打造，那也讲在利未记讲到这个利未人和祭司在会幕至圣所当中的服侍，那也讲到在这个约柜呢，他几乎可以说只有大祭司一年只能有一次能够来亲近约柜哦，所以这有很多的这个小地方没有的细节没有注意呢，好，也引来这个乌撒的事件呢。好，那乌撒呢就被上主所冲出击杀撞死，好，那所以大卫呢大卫就生气啊，那经文说大卫生气呢，好，那也有翻成惧怕，好，不过呢这个字呢是指他的心中就是怒火中烧，好，说甚至是一个恨，好，所以大卫本来是为了爱上帝，好，然后做了很多的预备，但是呢他气上帝。那他也气到，因为乌撒事件呢，气到害怕，那说我怎敢再把约柜运到这里来呢？好，因为这约柜太神圣，好，大卫他不敢他不晓得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来和约柜和上帝来建立关系哦，好，那他过去他可以用求告神，那可以直接从神得到答案，但是约柜来了，反而他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就把约柜转到用别条路，本来要进耶路撒冷的，那现在就往北走，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那这个加特呢，应该不是指非利士的加特，如果是指非利士，就是歌利亚的故乡加特，那又把约柜送回去到非利士的境内，那这样不合理。好，那这个加特呢，有可能是指这个约书亚记21章的这个加特临门哦，加特临门。那如果是加特临门，我们从这地图上面来看呢，它就是在马拿西支派的地方哦。那他们本来是在基列耶琳，好，现在下面这箭头地方要往更下的往这个耶路撒冷去，但是这下因为乌撒的事件，那让大卫呢就把约柜送到北边的加特临门去。那到这个加特人呢，俄别以东的家中，俄别以东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以东的仆人，其实这个名字在圣经并没有出现几次啊。
但是这个俄别以东呢，虽然没有出现几次，但全部所讲的呢，是指一个人或是有2个以上的俄别以东，那这个也看这个出现的时间，因为出现时间很长，所以就年代时间隔得很长，所以有可能有2个俄别的以东，但是从历代志上同样记在这个事件当中，可以知道这个俄别以东呢，他是一个利未人，所以他是以色列是利未人的后裔，那他应该就是有这个祭司或是利未人的身份。那呢又历代志上15章也提到他是耶杜顿的儿子，圣别，但是呢他并不是一个乐手，他是在约柜的守卫或是门口的守卫所以可能就是这个加特人俄别以东，那他可能就是在基列耶利也好，或是从大卫要派人去把约柜迎接出来的时候，他的工作是一个守卫，但是因为乌撒的事件呢，就说去你家，可能俄别以东就在现场，那他就被指派约柜要到他家。那在历代志上16章，15章到16章并没有差很远，讲到俄别以东他有68个兄弟这个是很难想象，所以到底是翻译的错误呢，还是真的事实上就这么多？那但是后面又提到在历代志上的26章，这都我们去年在共读的时候有提过，那就是俄别以东他有8个儿子，那这8个儿子呢，也是我们刚才读的11节说约柜只有短短在俄别以东家停留3个月，但是上主赐福给他和他的全家。好，那这件事情呢，引来大卫的好奇。那大卫为什么好奇？因为可能俄别以东家里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祝福，才会让大卫有这样子的又重新想要把约柜迎接回来。那在撒母耳记下只有用6章，那短短几节就交代过去。但是如果我们读历代志上呢，会发现这个故事呢，从13章，那14章然后再到15章好，那这样有讲比较长的这个篇幅好，那再讲这一段的记载，好，甚至到这个历代志上的26章好的第4节、第5节那边有提到俄别以东的8个儿子，好，这每个儿子的名字，还有这每个儿子他们的工作还有岗位，好，但是呢最后有加上一句，俄别以东这8个儿子呢，都是因为是上主的赐福所以在历代志上的26章有很清楚的提到，就是上帝赐福给俄别以东，所以这8个儿子呢，可能在当时到底算多还是不多，或是说到底像雅各有12个儿子，感觉也没有很特别，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大卫他心动呢？好像这也是一个线索或是一个关键。好，那接着再请立柱长老带我们来读12节到16节。大卫王听说上主因约柜的缘故赐福给俄别以东一家人和属他的一切，就用隆重典礼从俄别以东家里把约柜接到耶路撒冷。抬上主约柜的人才走了6步，大卫就叫他们停下来。他向上主献公牛和肥畜为牲祭。大卫只在腰间围着一件麻纱以弗得，尽情跳舞，荣耀上主。他和所有的以色列人欢呼吹号角，把上主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当上主的约柜运进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口观望，看见大卫王跳跃舞蹈，就瞧不起他。好，所以俄别以东家中发生的事情呢，传到了大卫那里。那大卫也知道俄别以东家里的祝福呢，就是来自于上帝，也是来自于约柜的同在。所以大卫呢，再一次也把心中的这个生气，那在这里变成欢欢喜喜所以大卫就欢欢喜喜，在这个赫本有12节有提到是欢欢喜喜的将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要迎上来到大卫城。那13节所以13大卫呢这次不一定是带着3万的精兵或是带着3万的部下但是他这次要带的呢一定就是利未人和祭司那这个准备呢在历代志上的15章花了一整章那大卫怎么样来预备这一次的行动
好，包括这些的利未人、亚伦的子孙，好，然后每个支族谁，然后拿乐器的谁，唱歌的有谁，好，守卫的有谁，然后还有就是做了很充足的预备哦。那在历代志上的而且这里也提到说抬上主约柜的人，所以可见呢走了6步，所以表示这次至少没有用车子用牛车来拉，这次呢是回到了摩西的教导，是用祭司来扛抬约柜哦。好，那而且呢只有走6步，好，那在历代志上是讲走了7步。所以这中间也差了1步哦。好，那不管是6步或7步，好，意思就是说，当这个约柜走出了6步或7步，那大家都平安无事的时候呢，大卫就在那边好宰杀祭物啊，好，有7头公牛，7头公羊。但是这都是在历代志上可以看到细节哦。好，那但是在撒母耳记下就是简略。那大卫本身呢，也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好，可以说是祭司的袍。那在上帝的面前就极力的跳舞。那这样的跳舞呢，好，也是大卫他好率先，在摩西的时代没有这样跳舞，只有这个过了红海，好，米利暗好会带着妇女一起唱歌跳舞。好，但是在摩西、亚伦，好，那他们的服事当中，没有音乐，好，没有唱敬拜，好，没有诗歌，也没有跳舞。但是在大卫呢，好，加了很多的东西上去啊。但是大卫的原来的第一位妻子呢，米甲，好，这时候已经被大卫抢回来。那从窗口来观望，看见大卫跳舞呢，就瞧不起他。好，那在后面呢会看到米甲为什么瞧不起大卫。好，但至少可以看到这个路上，因为是祭司扛台。好，然后呢他们有利未人按照这些的规矩。好，那所以让这次约柜呢走了6步，大家都很平安。好，献上祭之后呢，好，他们就一路的来走回这个耶路撒冷。好，但是呢，到了大卫的这个大卫城。好，那米甲呢在屋内观看呢，好，那他就心中就有了想法。好，那再请秘书长他们来读17到19节。他们把上主的约柜抬来放在大卫预备好的帐篷里，然后大卫献烧化祭和平安祭给上主。献完后，大卫奉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名祝福人民，并且分发食物给他们。所有在以色列的人，无论男女，每人得到1块饼、1块烤肉和一些葡萄干，大家就都回家。那这段记载在历代志上，好，那也有这样记载，好，就是他们终于顺利的能够把约柜迎接出来，然后也把约柜顺利的抬进耶路撒冷，甚至是大卫预备好的帐幕。好，那所以这里大卫的帐幕呢，跟摩西的帐幕呢，好，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好，应该是不一样。好，所以先知以赛亚说他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不是摩西的会幕。好，那这当中有差别。那以赛亚说的大卫倒塌的帐幕呢，其实就是指大卫对神的心。好，大卫在神面前敬拜、赞美、唱歌、跳舞，还有一心要迎接约柜，好，对神的专注的爱。好，那这也是大卫倒塌的帐幕。那大卫呢为约柜搭建的帐幕呢，好，不是只有这个帐幕，而是他所做各样一切的努力。好，那包括这当中有犯错，这当中呢有用错误的方式。那甚至呢也惹来上主的愤怒。好，那上主被冒犯。好，但是大卫的他能够继续的来修正。好，那也还是因为看见俄别以东家中的祝福呢，好，让他重新洗斗。那在这里呢提到大卫献祭，然后献祭又把献的祭物就平安祭分给众人。好，照理讲这里的献祭呢应该都是要有祭司。好，那由祭司来主持来进行。好，但是祭司在这里呢，或是在历代志上呢，好，显然祭司的名字没有被提起。好，但如果我们连接撒母耳记上的22章，好，那这里还是有祭司。好，那这祭司就是亚比亚，他是以利的后代。好，但是在这里都完全没有被提到。好，但总之呢，这个约柜呢就被
平安的到达耶路撒冷。好，那耶路撒冷也叫做平安，那他们也献平安祭，大家都平安的回去。好，所以一整个就是平安，非常的平安。好，那接着再请立组长带我们来读20到23节。回家后，大卫要给家属祝福。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的王今天真够体面了。他像个傻子似的，把自己暴露在臣仆们的婢女面前。”大卫说：“我跳舞是为荣耀上主，他选立我代替你父亲和你父亲的家族，使我做他以色列子民的领袖。所以我要继续跳舞荣耀他，使自己更加卑贱。你也许觉得我没有出息，那些婢女却觉得我了不起呢。扫罗的女儿米甲一生没有生养儿女。”好，那这一段的记载呢，不是只有在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或是历代志上的13、15、16章。那在诗篇当中，好也有记载。好，那诗篇可以对照的呢，是在诗篇的105篇。诗篇的105篇，好有提到，当迎接约会之后，好有回溯这些的历史。好，那但是在165篇的最后呢，43、44、45节提到，好，上帝带领自己的百姓欢乐而出，带领自己的选民欢呼前往，把列国的地赐给他们，他们就承受万民劳碌得来，好让他们遵守律例，守他律法。哈利路亚！好，这是诗篇165篇的结束。那所以从诗篇165篇的结束，知道上帝千辛万苦，或是大卫这么辛苦，好把约柜迎来的目的，除了敬拜，那后面就是要让他们遵守律例，守他律法。所以上帝千辛万苦的目的，好把约柜同在，就是要人能够去认识，去听他的话。那这是165篇。132篇，好也有提到第8节，耶和华求你兴起，与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歇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民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那这个也讲到约柜呢，好是要带来公义，好是要带来欢呼。好，那所以也是要在这个土地上要行公义，要好怜悯，要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就是要让上帝的话来行在这里。好，那当大卫完成这么辛苦，费尽千辛万苦回到家中，好，那他的妻子，可见他的妻子呢，还是跟他住在一起。好，米甲。好，那前面提到大卫这时候可能已经有好几个妻子了。好，那在耶路撒冷也陆陆续续生许多的儿子。好，那米甲迎接王，好，那说以色列王今天够体面了。好，那么可以看到米甲在这边的每一句话呢，好都是尖酸，好都是挖苦。好，那米甲他本来是在大卫杀死歌利亚的时候呢，非常的爱他，好，非常的这个欣赏大卫。好，那虽然本来是他的姐姐要嫁给大卫，后来被扫罗改嫁，但是因为米甲很欣赏大卫，所以扫罗就借此想要利用米甲的婚姻来控制大卫。但是后来扫罗又把米甲又改嫁给撒帖，然后大卫又把米甲从撒帖手中又抢回来，从亚尼尔的这个合约当中。所以这个米甲的婚姻呢，也是非常的崎岖坎坷。那但是米甲在这边呢，心中有一个苦。好，那这个苦到底是什么苦不晓得，但是他却出在大卫的身上。说一个王今天有这么大的荣耀，好，这个荣耀是什么呢？好，就是这个王的荣耀在他的臣仆使女。好，那意思就是说，在最卑贱的女仆的面前，好入体。好，所以和现代中译本比较写说，像个傻子把自己暴露在臣仆们的婢女面前。好，那他的意思就是他露体，就是露出他的下体。所以大卫穿着细麻衣的以弗得，那他又要献祭，又要敬拜，他要跳舞，他要弹琴，又要迎接。好，大卫在外头忙得要命。好，那甚至可能连衣服都衣不蔽体，好没有办法
遮住他的身体，以至于呢他露出了下体。好，那这一幕呢刚好就在屋内的米甲看见，或是传到这些婢女的耳中口中。好，那再传到这个米甲的耳中。好，那所以米甲又用这个来挖苦。但是大卫的立即的反应，大卫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在你父和你父的全家之上，立我做耶和华百姓以色列的君王，所以我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所以大卫在这里呢，看起来他也是有点不太满意高兴。毕竟呢他花这么多的心思就是要迎接约柜，可是他的妻子他的太太呢却在为了这个后面的事情呢，一个举动一个行为一个失措来嘲笑他嘲讽他。那以至于大卫呢就有一个很正式的宣告。这个宣告就是他在重申这一切不是他自己想做，都是上帝做。所以大卫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个人为了自己，他在上帝面前激烈跳舞。他22节说：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低贱。那意思就是他要在上帝的面前呢，因为露出下体就是一个卑贱的事情。但是大卫说，就算他完全暴露在这个穿着国王的新衣，但是只要是在上帝的面前，这都是应该的。至于你所说的那些使女，他们反而更尊重我。所以大卫还反过来教训米甲，说你是贵为一个王后，是大卫的妻子，那你用这样的价值观来判断。那大卫虽然只有话说到这边，不过最后的结束就是撒母耳记的作者说，扫罗的女儿米甲一直到死都没有怀孕，都没有孩子。那有没有怀孕？那因为她没有生养孩子，所以她是没有。所以读到这边呢，就让我们看到撒母耳记开始的这个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她不能怀孕，没有生孩子，对她来讲非常的苦苦到她必须要到示罗，必须要到会幕前面去祷告。那现在这个苦呢就到了米甲的身上。那本来可能不会在米甲的身上，但是因为米甲跟大卫的婚姻的关系，还有米甲对于大卫他没有穿衣服这件事情的愤怒或是不满，超过了他应该对上帝的敬畏，以至于给自己带来许多的这个故事。其实如果米甲也生了孩子，为大卫生了孩子，在某个角度上来看也是扫罗的后代。但是因为上帝已经告诉扫罗要废了他的后代，所以这个可能就也让因为米甲这样就没有再生。那大卫从今天经文当中看见大卫迎接上主的约柜是出于主动，并没有任何的启示，也没有任何的人告诉他。而亚比拿达的儿子乌撒致命的失误，就一连串的失误，那他被上主所击杀。约柜转到俄别东家的3个月，有发生一个大的祝福和神迹，很可能跟他的8个儿子有关。那大卫也更加的慎重，重新来迎接约柜，却是花了这么多心思，却被自己的太太轻看。米甲也因为轻看而被绝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透过今天的经文，还有对照我们所读过的撒母耳记上，让我们看见迎接约柜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当中，或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当中都必须要做的操练，就是要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坦然无惧，能够来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也愿上主你的约柜，就是你的话语存放在我们的心中，让约柜让你的话语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都能够顺服你。即便我们自己在卑贱，即便我们自己在不足在软弱，但是在上帝的面前，你必兴旺，我们必衰微。我们愿意成为你的仆人，一生来荣耀你。即便受苦，即便受屈，即便受辱，我们都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尊崇你，来赞美你。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立柱长老，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每当环境的冲击像海啸一样临到的时候，你要将眼目单单注视
是你的神，谢谢牧因为这正师是神新的工作大季节家的开始平安。你要等候，因为神会将得胜的意念放在你心中。你要展示，因为神会把机会摆在你的面前，唯有他能够带领你飞越风暴，重新翱翔。如鹰展翅上。